今仔这个公视台语台，伫个7月初1要正式来开播，下晡举办着开播记者会，现场的状况，请咱在地新闻的主播曲莹莹讲互乡亲知。多谢玉珍，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对所有从事台语文的推广以及从业人员，甚至是一个台语乡亲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为了推广台语文化，公视台语台要伫7月份正式开播，包括文化部长陈丽君、甲公共集团的董事长陈玉秀拢亲身出声，来听因对台语台开播的看法。我今仔日是抱着参加喜事的心情，来陪伴咱董事长来向大家来宣布这个好消息。我想咱等台这个好消息，等台非常非常的久所以我深感谢咱董事长两位总经理甲咱所有公司花市的所有的团队会当如期如职来推出我们的台语台的台语台行出第一步，但是未来还阁爱大家的关心、爱护甲支持，互咱大家同齐来带领咱的台语台，互咱的台语愈行愈稳，互咱的台语台愈行愈开阔。真正希望讲，咱的台语台会使愈行愈开阔。记者会上除了说明台语台的节目规划，嘛将参加节目制作的演员甲导演隆重请到现场，分享伊做节目的经验。像讲出名主持人卷的谢依芬、演员林美秀、OS 上阿翔等人，拢用台语接受访问，希望讲会使透过因笑口的方式，互观众轻松学台语，了解台语文化。以上就是记者会的情形，咱将镜头献予玉珍。